也伫南美洲的厄瓜多，佮传出有政治人物互枪杀，这是当地27岁上届少年的市长和伊的幕僚，拢去互枪杀倒伫车内。警方初步是认定讲嫌犯就是对车内开枪的，可能又佮甲毒品、甲恶毒的暴力有牵连。真大胖的厄瓜多警方伫马纳比省一个海基亚的前闸，因为礼拜透早因伫一台蓝色的轿车内底，发现圣文森特市长贾西亚甲一个幕僚遗体。 两个人哪像去互枪杀？ Trabajo de criminalística se pudo evidenciar que existen 4 balas y vainas en el interior. 贾西亚今年27岁，是厄瓜多上届少年的市长。伊遇害消息传出来，在地居民是拢真艰苦。警方初步发现讲，歹徒是为车内底开枪的，怀疑案情并无单纯，当咧分析这台车行驶的路线。 去年8月，厄瓜多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去互暗杀身亡。总统诺波也讲，毒品甲暴力唔但影响民众的安全，就连公务人员甲公家机关拢面临威胁。El asesinato de la alcaldesa de San Vicente y su directora de comunicación también nos recuerdan que esta lucha no ha terminado, tan solo ha comenzado. 花海的厄瓜多最近这几年来，真做卖毒的人，甲毒品载去美国甲欧洲的转运站。 黑社会暴力事件未少，1月份发生犯罪集团首领倒教的事件了后，政府宣布进入60天的紧急状态。想袂到暴力事件是继续咧增加，也佫有全副武装的人直接走入去当地的直播的电视台开枪。经过2个月扫恶的行动，厄瓜多警方逮捕12000多人，查到65栋走私的毒品。 就伫当局讲，治安已经有改善的时阵，拜六礼拜佫发生几件暴力事件。除了上届少年的市长去互暗杀，还佫军人伫咧巡逻的时阵启动着埋伏的攻击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3个人受伤。另外有一间当地举办球赛体育馆去互藏的爆炸的物件，到在有随发现，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厄瓜多政府伫3月初已经把紧急状态延长，讲会继续向暴力甲毒品来宣战。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。